大家好，我是黄流，我就亲像蓝色的火。以前我较自卑，因为我的声音较低，当我开喙，别人拢会惊到。可能是我的声甲我的面斗袂起来。毋过即摆的我总算知影，迄是我的特色，是我迷人的所在。是你，是你，是你，是你。表演对我来讲是一种礼物，互我会当分享我伫即个世界的感受、感动，嘛是因为表演，我会当甲教授分享我的孤单、不安，甲教授做伙勇敢面对。多谢你，我是黄流，我是一个演员，落啦。